亚洲大学英文管理的婚林伦杯教安客家文化馆举办着假日讲场的活动，有西头文化，有闯关的游戏，要互民众来认捌着当地客家的文化。 志刚家乡亲讲客话，伫教安客家文化馆办的假日讲场活动，现场有客话过关、西头电视等等，活动是精彩佮丰富，乡亲嘛真满意。有学客语，然后还有做这个可以动的狮子。用这个馆客家馆用来发起来发展，咱婚林馆伦杯乡就是第一个。 进前因为有征收，所以讲无多办活动。趁工程要完工的时，希望讲乡亲会当去参观。我们客家文化馆从今年的5月1号起呢，换了经营团队，假日广场活动，让大家也很清楚的知道我们客馆地坪整修之后，能够带来这边来聚集，来这边参观。 乡亲相信讲，透过新团队的拍拼，教安客家文化馆会愈来愈好，并且发挥传承客家文化的功能。 嗨，大家好，我是颖彤。想要来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